各位万声里的里面，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 online，我是任务。今仔日呢，咱要来讲一个大新闻啊，就是这几个月万声的大代志，就是这个万声的市长变首相啊。其实呢，英国要换首相这件代志已经讨论一阵啊，毋过因为这礼拜呢，总算是上任啊，嘛伫咱录音的即天投票要选出新的这个万声市长，毋过咱录音的这个时阵呢。未宣布是啥物人选着的，嘿，所以无法度甲大家分享安尼吼。毋过我感觉这个市长呢，其实有诚侪故事通讲啦。拄我其实顶礼拜转来台湾进前有甲这个公司新闻的记者斗相共伫万声做这个专题，所以想讲我甲资料小可甲整理者分享互大家安尼。若是有即个听众朋友无听过咱头前的节目对即个英国政治无遐熟悉的人呢，咱遮着小可先解说一下，因为即个英国是议会制，就是因无总统啊。因呢大选的时阵呢，毋是选总统，是选即个执政党。由英国即马有诶650个选区诶，即个选举来产生。任何一个选区诶选举呢，拢是以即个简单多数诶方式来产生一个议会议员。所以因即个最后即个政府诶首长呢，就是首相。首相呢，就这首诶，首相呢，伊必须爱是国会议员，必须爱摕到这个下议院内底多数议员的信任，才有法度就任。所以通常这个首相呢，拢会是国会内底有上侪席次的这个政党的领袖。比如讲，顶一届大选的时阵是工党伫即个大选内底摕到上侪议员的席次，所以因着推派即个 Keir Starmer 来做首相。毋过因为伊即位首相呢，伊上任了后，伊的民众的即个好感度一直咧降，所以因会当因就是即个政党会当继续执政，毋过因会指派另外一个人来做首相，所以才有即款首相一定换的即个代志发生。这就是因为因会一直换因的领袖，就是换因的头人，因为就是对伊无欢喜。对，对。是安那即个首相的落台呢？咱先来讲即个故事啊。我自头先来讲伊是安那会落台。伊是安那会落台？即大概分几个部分，就是第一个就是政治跳票，伊为着要补迄个财务的空，伊去取消冬天燃料的补助，就是因为咱英国冬天有的爱用电，有的爱用瓦斯，伊这补助甲取消了，佮要增加税收，所以冬天已经足侪人困苦的人已经拿袂出电钱，也是一寡瓦斯的什么费用的话，暂时取消补助，就互迄困苦的人佮较歹过啊。第二个呢，先讲一个是，这先讲一个就是咱需要即个瓦斯还是电，主要是因为冬天需要吹烧气。对，所以这其实是真重要。对，就是咱台湾热天爱吹冷气，感觉吓袂死人。对。第二个是英国的美国大臣，伊去找一个甲美国好野人 Epstein 有关的人来做。这个 Epstein 伫美国算是足有名的 pedophile，算是 pedophile 吗 ？pedophile 就是其实伊的案我是无啥了解，毋过就是看迄个高刷啦。对啊，甲未成年的高刷，嘿。伊拢找即款性暴力迄款的。对。Netflix 有伊的影片，人毋知人会当出来看。反正就是找即个甲这 Epstein 有关的人来做，就是引起足大的不满。我感觉以台湾的例来讲，可能就是找跟黄子佼有关系的人来做这大臣。对，就是啊。第三是伫今年5月地方大选的时阵。工党输甲脱裤，因为大家对伊的不满拢转去甲伊的地方选举嘛，
这票拢走去绿党甲英国民众党迄边。嘿，是阮旧年的选举嘛是走去绿党遐。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就是伊为着要解决感觉无所在问，就是感觉这是人已经超过啊，就是收客因为着因这人权最重要嘛，所以因就要甲这个位刷出来，就要提钱，甲遐个一寡犯人放出来。这就是引起最大的不满，因为大家知影英国是无死刑的，所以虽然无死刑，因嘛无受台湾还是美国，因迄有一款刑法是爱关一世人的，因遮上当嘛关25年，毋过你若表现好，你佫会当提早出来。嘿，所以因即届要放出来的时阵是差不多，即届要放出来的人是差不多900几个犯人，特别安尼甲放出来呢。因为之前有一个足大的新闻，就是有4个青少年骑机车要闪避警察，结果一个警察无说伊的骹就是互因的锁用掉的，甲拖行差不多600公里吧。嘿，就是安尼死去。因为反正就是这就算是谋杀啦嘛。毋过这个青少年是完全无悔改的。嘿，这个青少年是电视台伫翕的时阵，搁伫遐笑啊，做嘻嘻哈哈安尼啊，就是所以即件代志，因即青少年4位青少年嘛是伫即届的8月可能会互放出来，所以大家就足不满啊，系啊，就是因为首相做这个代志，就引起大家的不满工党就开始有人要提出要换领袖遮的。所以就是安尼 summer 时节，嘿，大家暂时嘛，你看这个新的首相要安怎处理这个感觉收客问题，毋过暂时这个政策已经先暂停，无要甲这个人放出来啊。对啊，对，我感觉其实这个工党起来之前一两冬，我感觉就是政府就是无钱要甲即个补助停起来，毋过需要补助的人已经伊偌补助临时摕掉，因生活佫歹过，无摕掉观感佫无好，或者你就是无钱，所以你就是面顶下骹拢得罪，嘿啊，我家己感觉无介意的，就是伊对中国的态度。真的，嘿，对啊，我感觉有就是小可这个，我感觉即摆尤其即摆今年佫有特别严重，就是因为迄个Israel 因遐开始拍烧战嘛，就是当中因遐开始烧战，所以即摆开始大概欧洲的少年人开始就怨迄个川普，毋过因咧讨厌美国的时阵，因会感觉讲安尼看美国咧烧呛啥的中国应该就是好人吧，因为对毋对？就是迄个叫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个完全毋是安尼，因就是我感觉因是小可伤实在是伤思考伤简单啊，对中国人民实在是伤简单啊，真的伤惨啊！对，佫有对啊，因为尤其是 Sturmer 伊是人权律师呢。竟然对中国即款代志，竟然会当看无看到，我感觉足奇怪。我真正感觉我毋知要安讲。我家己感觉是因为真正是无钱啊，就是真正无钱啊，就找鬼掠药单啊。对，毋过这无钱是为 Tony Blair 落台开始一直讲诶。Tony Blair 落台，无想到就是因为工党摕伤侪钱，阮无钱，所以无法度做代志。就是反正英国就是因为无钱。因这后开始就无钱啊，因为无钱100档抑佫咧无钱大概无钱就是厝里物件摕去口摕去卖结果就愈来愈无钱。真正是。不要讲佫气死这就想一下这个规个100档的无钱是安怎发生的？大家当转去看咱的迄个国大英国迄2集，真正就好看。若无想嘿，当去看迄本册，看迄个英国人考世界英国实在是就好看。嘿，对，佮讲到即个 Sturmer，伊佮有
另外一个我感觉无介意的是因为中医介绍是一档了后吧，即前一档了后伊就迄个 Reform UK 就是英国民众党的雄雄就起来啊，啊，即个工党的即个人为着要讨好即个对等于要砍即个民众党抢伊的选票啦，就去找移民开刀啊，所以因雄雄在去年是毋有一个时阵，逐个拢雄雄足惊吓，因为伊要去修改即个移民的政策，讲本地5档会当摕到迄个就是永居嘛，啊，要改做10档，吼，真正是拜托诶，笑气呢。对啊，因为其实是安怎呢？其实问题毋是讲移民一直来啊，是啥嘛？毋是啥物难民的问题，其实是就是政府无钱啊，啊经济歹啊，啊经济歹是因为哪？因为无产业啊。对，啊，因为其实你若真正算诶，即你移民来，其实咱有开着啥物钱？其实佫无定定，因为足侪迄个高技术移民来，因诶薪水足悬，因纳足侪税。第二是即个难民伊开诶钱其实无遐济，其实这是款相对剥夺感，就是在地诶民众因诶生活过了无好啊，找一个人来，拄好有即个政客，就是迄个 Nigel Farage 迄个配他啦，伫遐讲污人，所以就开始逐个拢找移民开刀啊，结果就已经知影伊是痟诶，即个工党佫对因伫遐改即个移民政策是头壳歹去，好对，佫有对，就是即寡我是感觉，你若雄雄你立场若雄雄安尼摇摆一下，我是想讲，系啊，毋过阮兜迄个阮翁是对伊其实是无啥物负面的看法，伊就是感觉伊真袂晓解说含宣传伊的政策。所以含即个选民是无啥物无即个 communication 啊，所以伊就算讲伊有做啥物代志，别人嘛毋知影。我对 Starmer 其实对伊的印象佫算袂歹，因为伊就知影是人权律师嘛，做一寡伊进行做诶代志。毋过伊就是做首相了，即2档就感觉伊是一个足固执诶人，就是咧听无人讲话，你敢知嘿？嘛后来嘛无啥物较好诶政策出现。我感觉，比如讲我有去找嘛，我之前伊有讲，有开一个机票，讲伊要啥物甲迄个 NHS England 规撤掉嘛。对。迄当阵我感觉，即个 idea 新，佫我感觉迄的确是一个需要改革的所在。我感觉袂歹，我看伊放啥物牛肉出来，结果即2档嘛无听到啥物声音嘛。对啊，毋过伊敢知影，我去查我还毋讲即件代志其实是有咧进行诶。真诶。嘿，所以是毋是讲伊拢完全无咧解说嘛，无咧宣传诶？就是咱民进党安尼嘛，就伫遐互看报纸，一直拍。对，毋过对啊，毋过嘛袂当讲伊诶政策完全无问题啊，对啊。我感觉一个政策咧实施一定拢有好有歹，就是爱看时间，时间更久，对。对啊，好啊，煞来呢，咱就爱讲转来今仔日的主题，就是即个万城市长先来讲即个万城市长，因为咱是万城市长走去变去做迄个首相嘛，所以咱万城市长就爱重新选举。毋过你会感觉咱之前有讲过，讲其实英国的市长大部分拢是吉祥物尔嘛，就是伊遐翕相的尔，西瓜甜不甜啊？毋过是安那万城市长爱选举呢？这是一个足长的故事。对，真正有够长的，所以我就简单讲。市长就是你头讲有分一般甲 Metro City 就是迄大都会区，就是迄曼城、伦敦、利物浦即款的。一般的就是咱即款的地方的City Mayor 是由当地选出来的议员因轮流去做，所以就是去轮流去翕相就对啊。
嘿嘿嘿，啊 Metro City Mayor 这款市长就是中央权力下放，就是内底有几来个 council 啊，通常会负责当地交通啊、投资啊、经济一寡等等的权力会通常比迄款一项目诶，权力较大点其实。啊，这是安怎来的呢？这是英国正前的首相 Tony Blair 伊伫1997年甲1999年工党的宪政改革，才开始甲这权力下放去其他的所在，和其他的所在会当自治，就是迄苏格兰、北爱尔兰甲 Wales 因遮的新理议会开始。啊，London 呢嘛是甲差不多2000年的时阵，才有过 London Authority，人民会当直选市长。啊，受曼城是利物浦即款较大的城市是甲2017年才有市长的选举安尼。啊，真正的市长无直选，拢是由人民选出来市议员，啊，因遐市议员佮去选出因的头人，就是因的领袖。啊，这有啥物问题呢？就是人民毋知家己区的市议会领袖是啥。就是讲，是阮台南好啊。我知影我迄区是我迄区的是啥啊？我迄区的议员是啥啊？但我想我迄区的市议员是陈鸿宇，啊，毋过其他的我都毋知啊。其他区的我都毋知啊。啊，因选出来的人是啥，我都毋知啊。所以就有即个问题。嘿，所以若有啥物重要决策啊，就爱经过足侪议会委员会，就是超级无效率。啊，议员呢嘛会敢若顾家己的区域，所以就足歹整合。啊，当着问题就小体，你甲知，所以城市的进步足慢。啊，交通医疗这嘛无法度好好规划。我感伊这 devolution 的重点应该是就是去中央化。就是甲中央的迄个权力放落互即个地方的政府来去决定这个代志。就是迄由就是地方检查，毋是中央伫处理。哦，富学叔叔诶，对。啊，即个足趣味哦，因为即个 Andy Burnham 伊是一个北部人哦，伊是咱曼城的市长，伊敢是头一个北部首相？对，伊是头一位北部的首长变首相诶，就是头拄有讲曼城的市长是2017年嘛，系啊，所以是即个时间拢无北部的首长，嘿啊，对啦，伊当阵敢若曼城含几个城市有即个直选的市长尔。对，所以伊是第一位，啊，毋过伊毋是第一位北部出身的首相。好，嘿，这是无讲。啊，毋过第一位顶一个北部出身的首相嘛已经是50当前啊。哇哦！系啊，所以新闻拢讲的 North Return，He is King of North，系啊。为什么会讲伊是 King of North 呢？就是伊是第一位互选出来北部的市长，就是 Manchester 的市长。啊，伊个连任3届，所以伊的伫北部的声望是真好的。好。对啊，所以我感觉即届即个换首相其实对北部有一款特别的意义呢。真的。对，而且伊的政策内底其实是有诚侪含伊做市长的时阵，一寡政策有关联，佮有含即个北部，我感觉是诚有关联。咱继续来看落来，咱先来看即个新的市长，伊到底是啥物款的人？伊呢 ，Andy Burnham 伊是伫咱北部 Lancashire 一个算是中产阶层出身的，嘿，因老爸是电话工程师，因老母是 GP， 一般的诊所内底做 reception，算是真平凡的家庭大汉的囡仔，伊中学是读公立的天主教学校，
啊，大学是 Cambridge 的英文系毕业的。我有一个趣味的代志，就是看新闻的时阵，有一个记者就讲吼，毋知即位 Cambridge 的首相会带来什么的改变，因为英国有足侪首相都是按 Oxford 出来的嘛。顶一位 Cambridge 的首相已经是90当前的代志，已经是顶一世纪的代志。哇哦，90当前呢！已经要100当的，顶一世纪呢。哦，真趣味呢。系啊。对，我有去看伊的 Wikipedia 介绍，还是伊的新闻，毋是一个应该是有一个新闻报道，伊讲伊迄当阵的讲，伊是因学校因迄个校楼内底有200个学生，200个学生内底敢若11个有去上大学哦。哇！所以因学校的是真正足无安怎的学校呢？系啊，所以伊会当考掉。Cambridge 其实是介高的，系啊，厉害。嘿，你也知影英国的学校内底是足侪高山啊的，local wildlife， 足侪，对，高山啊，佫算是好的，若是罗马济，迄真正有小可无法度，嘿，对啊。所以伊讲伊一开始去 Cambridge 时阵，小可无法度适应，因为迄就是就完全毋是伊的世界啊。因为其实Cambridge 的学费有偌恐怖的呢，足贵的，所以你毋是考掉迄当阵哦。迄当阵毋是免费吗？应该嘛毋是完全免费，因为因即款尊爵不凡的学校，拢有一款有一寡另外的费用。系啊，系。我好笑。伊伫迄个 Cambridge 选读的学院是 Fitzwilliam。其实我对英国的即个制度无啥物，无讲做了解。反正伊即个学院，伊选读的学院的宗旨就是互较无有钱有势的家庭背景的囡仔啊，来就是为公立学校出来囡仔嘛，有机会读 Cambridge 安尼。你看是毋是？咱读公立学校，佫互人可怜呢？另外一个学院互恁读哦。哦，对咧，内底佫分学院呢。对啊。分学院佫对，香港因佫有一个学院费，所以伊可能学费是毋免钱，毋过佫爱纳一个学院费。你佫毋通袂记住，因佫爱大诶，佫爱食因佫是足贵诶一个所在。因为阮就是顶礼拜去 Cambridge， 迄规个气氛真正是足无共诶，对毋对？就想要出国诶呢，咱这下港来诶，真诶，连伫遐诶牛拢感觉足高贵诶，较早。拜托，因是会看伦敦诶人袂起诶呢，讲啥物 pheasants， 啥物散甲人。伊是有经过沙丘时期诶人，因为沙丘迄当阵就是怪足侪北方诶工厂嘛，佫矿业啊，伊迄当阵就是沙丘诶政策造成诶社会冲突，佮伊看到遐诶工人诶困境，所以伊伫15岁会当家己动诶时阵，伊就家己工动啊。因为15岁开始接触政治嘛，伊就开始有伫做一寡什么 internship 即款，对迄个议员做 internship。31岁选到议员，因捌做过财政部的首席秘书、卫生大臣、文化大臣。伫2010年工党败选了，伊想要选工党的党主席，毋过无选掉。连续选2届无选掉，伊就甲议员辞掉，倒来北部选市长，因为拄好就是中央管理下课，就倒来选市长，所以伊的即种经验是足丰富的。而且我感觉伊一寡政策，我去看伊2010年进前后啦，就是进前
做遐个财政、卫生和文化的、和教育大臣的时阵来做一寡咧送的一寡政策，我感觉拢真有连续性。伊比如讲，伊为即个卫生大臣的时阵，就有想要送即个 National Care System， 就是希望讲即互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会当享受免费的一个照护的一个服务。对，伊即个政策就甲咱台湾的长照做共，是足好诶，对，是足好诶政策。毋过换政府了，伊这就规个就停开啊。BBC 有一个节目叫 Murder 24/7，我昨个拄好看到一个是后生去杀老母诶，因为后生无法度照顾嘛，就送去老人院。送去老人院，因即款私人诶费用阁足悬，无法度去负担迄个费用，拢是用信用卡伫付钱。所以就造成这悲剧发生。这个政策若有继续诶话，我感觉可能会当阻止这个悲剧吧。对。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老人院的介绍就是一人一间的迄款的。伊一个月6000磅呢。我想讲，啥物人付得起啊？这太恐怖了吧！一个月6000，迄真正是爱两个相信家庭嘛，无拢比大家钱啊。系啊，恐怖6000磅到底是啥？另外一个伊嘛是讲10几年，就是专连教育。可能因为伊是即个公立学校毕业的，囡仔嘛拢送公立，所以伊一直感觉讲公立学校的教育其实是有价值的。伊感觉讲咱无应该一直去强调讲即个文化学校，就是款爱考试入去的迄款学校，小可亲像咱的资优班就是你爱考调入去，伊就会甲你拼大学，无就是讲即个追求迄款私立学校迄款竞争有区别的迄款教育制度，伊感觉讲咱应该爱强调包容、公平，和互相斗相共、互相帮助，而且应该我感觉上重要是最后，因为头前伊讲遐一大堆，我其实毋知影伊到底想要创啥。毋过最后一点，我感觉上重要就是应该爱发展即个技职教育、技职教育。伊伫即个今年的版本内底，伊有强调讲爱减少无头路、无伫学校嘛、无咧受训练的三无的即个少年人。我感觉这点是好的，因为即个少年人钱无够，是讲无头路。其实大部分的人拢是因为无受到足好的教育，所以无法度去互因会当入去社会当中贡献因的即个一份力量安尼。所以我感觉即个 training 是足重要，尤其是伫北部。对。阮感觉伊当发展是有阮高中迄当阵有啥物建教合作。对，伊就是会发展的迄个叫啥 apprenticeship 啊。对。伊阁有去强调讲，之前伊嘛是争取讲要取消迄个 zero hour contract。因为 zero hour contract 是一个就嘛是一个会当摕到诺贝尔奖的一个发明，就是大家有薪价感觉。对，毋过毋过毋知啥物人有发明。迄当阵政府为着要啥物减少即个失业率，所以呢，伊就推出一个叫这个 zero hour contract， 所有人拢会当签一个工作合约。毋过伊是 zero hour， 意思是讲我跟这间公司签这个合约伊会甲我伊会互我工课，毋过是会当为零开始。所以比如讲你看起来是有咧做工课，因为你签互这间公司，毋过我互你一个月0点钟嘛会使，0就是无嘛，对啊，这嘛是一个足趣味，所以看起来数字上无工课诶少年人看起来较少，毋过其实就是讲伫 zero hour contract， 而且因为因是 contractor， 所以因无即个公司的福利啥物拢无，所以这是一个甲无薪假差不多。伊就是小可迄个北下即个劳工的意思啦。对。
毋过就是互即个迄个面顶看起来，一方面是互即个公司感觉讲我毋免搁请一个正就是 full time， 因为我请一个 full time， 我搁爱纳税，我搁爱甲你健保纳健保，我搁爱甲你纳迄个保险，啊，我开足济钱，啊，毋过我若是有即个 contract， 安尼我就是你做几点钟，我付你几点钟的钱。啊，伊感觉安尼会当减少即个公司你要请人的即个门槛。啊，不过这其实对劳工来讲，并毋是足好的一个方式。对啊。好，讲伤远啊，对。啊，来讲即个市长咧，伊伫即个做市长的期间的一个风格，含伊一寡见识啦。伊做市长的时阵上受到欢迎的政策，应该是就是叫做 B Network， 伊就是甲即个原地私有化的即个公车呢，甲整合起来，互即个市政府有较济即个奖学权，会当有更加较济对车厝偌济济少。啊，时间含路线安排即个唯一权，上重要的是会当定价。好，伊当时甚至都爱含即个公车公司去找法院，才会法度摕到即个主导权。我记得我拄来的时阵十几当前啊，大概坐公车上车就爱甲伊讲，你要去倒位啊？司机才甲你讲偌济钱，啊，你才付钱。啊，其实安尼是足浪费时间，而且你若住愈远，你就愈贵。问题是住愈远，有诚济可能是迄个经济较无好的族群。啊，伊即马就是甲用做固定的票价，就是2磅。啊，逐个入去就哔啊过去啊。迄计小差足济呢。对。因为我以前住首府，行去市区差不多25分。啊，坐公车10分钟，这差不多1公里，1公里就爱1磅外，系啊。啊，像伫台南是8公里，坐公车毋免钱。哦，是哦。系啊，系啊，差足济。对，啊，伊除了即个公车的部分，伊即个公车呢，即马含电车佮有火车的票证嘛有整合。啊，另外是伊在任的时阵呢，即个电车的路线嘛有增加。比如讲，即个 New Travel Center Line， 就是伫2019年的时阵开的。啊，即马嘛讲要起新的电车线，要往南往东北去开起来。啊，就变做一个交通的网络安尼。啊，有报道讲，伊即个 B Network 伫2023年实施了后呢，使用人次呢有足明显的增加。我感觉算是足明显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因为迄个 B Network 的网站嘛有讲着讲，伊的公车的准点率提升到80%，啊，使用的数按第2档开始就去14%，所以是足侪人伫用诶。对啊。其实我家己嘛有较接用呢，虽然我住伫外口，我其实拢驶车较济，啊，毋过我有当时拜六礼拜若无聊，我含阮查某囝，我就去一个公车站等。啊，我若讲好后一台公车来，无论伊要去倒，咱就是去哩。哦。啊，因为你毋免决定，你因为拢共款计数，你毋免决定你要去倒啊。啊，你去就哔啊，就开始坐啊，看到啥物所在介意的，啊，咱就落车啊。系啊，系，这是阮的新的生活。我以后嘛会当安尼算。系啊。啊，除了即个火车含公车之外呢，即个万城这10档上大的改变是即个天际线含市容。我伫疫情的期间，因为疫情含有新的关系，所以足少去市中心。啊，等候即个疫情过了后，我佮去，规个惊着嘛，变伤济啊吧，就去足济大楼。啊，而且嘿，啊，佮有迄个有一区，差不多伫市中心的迄个东北边啊，叫 Anco。进前就是足济迄个拍远的迄个工厂啊。啊，结果我会记得我2018年的时阵，遐啉酒，啊一出去啊，完全规个世界拢乌的，惊来迄间拍有开尔。啊，我即摆去规个变做全部拢是大楼，啊下骹阁有一个 square 讲
叫 square 叫啥公一个店啊，大家迄个车就驶袂入去，啊，所有的餐厅啦、pub 啦、咖啡厅拢甲椅仔倒啊摆出来，啊，就拜六礼拜佫有迄个 market 安尼，就变较真正是就变做一个真正是一个社区的迄个感觉。伊遐这样变做贵呢？对，我当然是要讲一件代志，因为伊去做侪新的大楼啊。可能因为伊家己自称是啥物 aspirational socialist， 就是有志向的社会主义者，我毋知这是什么意思。伊是讲就是啥物较现实的社会主义，有想要探解社会主义者，所以呢，伊在伊的时阵批准足侪大楼的建案，这是伊上互人吐槽的一点。伊家己讲呢，伊批准这个建案是为了要互资金入来，同时呢，嘛会当解决一部分的 housing crisis 的压力。因为通常这个建商伊起厝的时阵，必须爱保一部分的单位呢来做社会主体。毋过呢，其实后来足侪建商呢，伊就讲啥物利润无够，啥物货，就改做起公园等等的，结果就无真正增加到啥物 affordable housing。所以即届呢，你市长来补选的时阵，绿党的主要就是拍伊即点，讲伊呢起伤侪即个高级大楼，互本地即个租金含即个厝的价钱拢起伤侪，逐个呢负担袂起。毋过老实讲，我家己干是这是两件代志啊，因为我嘛是无介意遐大楼，毋过我无感觉讲即个厝的价钱含租金会起是因为这个。我感觉主要的因素也是即个钱变伤薄啊，佮有人口为其他的县市刷入来，所以需要大的人是需要买厝的人变济啊。对啊，佮有遐进前香港遐移民过来的嘛是足济啊。对。另外一个无算是成功的即个政策，就是迄个介入。遮厝边因为伊就人无偌济，无偌久，迄像是2016年还是17年，就呛声讲要互即个万城路呢无介入。咱之前毋是2-3年当前有做一集来讨论即个介入的议题嘛？迄当阵好像是2022还是23年，迄一两当就是介入的即个数量雄开始增加，因为迄当阵就是迄个 living cost crisis 嘛。伊当阵冬天来进前就紧的安排好暂时的即个安大的空间，所以迄当算是做了袂歹。毋过伊其实一直拢无互伊变甲过人啊，所以就无完全消息，所以互骂。毋过呢，伊就出来歹势讲，哎呀，伊真正做袂到，因为其实即个介入的议题呢，伊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伊毋是一个单纯一两个动作就会当解决。你会当互伊，你会当互人看袂到，毋过伊无真正消息。对，伊无可能消息啊，这。毋过迄当阵咧合作即个是慈善组织嘛，讲虽然伊无做到，毋过嘛是爱甲保，因为至少呢伊有认知到这是一个议题。而且呢，伊会去讲，这无应该是安尼，互伊安尼了甲伊放伫伊应该爱处理的即个政策内底，就去紧的去执行，嘛互大家开始去关注即件代志。迄个慈善组织就讲，因无看过有人会当接近甲即个资源的活动起来，互当地即关注即个议题的人小可感觉即个压力有变较少。你这足厉害，其实会当甲伊选讲无甲规定，毋过有改善，我感觉这就足厉害啊。我感觉至少无甲破水啊。够台面上很滚的对。确实。因为我感觉就是迄介入内底嘛混滚嘛，我嘛有足侪人数的问题，有可能人就是有帮派即款的啊，所以要规定足歹的啊，有改善足厉害啊，真的。对，因为我感觉这因为大家变成介入的原因
拢无共共款，对所以你解决的方式真正是做100万的，对拢爱就对对对，看迄个 case， 嘿，所以你无嗯，法度一困头就甲解决，你是没需要错一个，啊个可能爱一个社工对一个人去解决即样代志，哦，这去互这因搁转来到即个社会当中。啊，有诶可能其实家境袂歹，毋过伊就是无要转去，嘛有即款诶。嘛有诶是政府已经有安排即个大诶所在互因嘛是无要去啊。因为比如讲离因诶进前离因诶朋友伤远啊，还是讲离因做工课所在伤远，啊伊爱开伤侪时间含钱去交通，这嘛是一个可能，嘿。对啊，伊嘛是有受着一寡批评诶。除了咱拄则讲诶，比如讲去伤济大楼等等啊，基本上比如讲即个保守党对伊是无啥物好话啊。其实左派诶政策嘛，真正有一个缺点，就是足开钱啊。所以共款就是一句话嘛，你做即个政策，你钱要倒位来？嘿，因嘛有讲即个慢性即个发展，其实足侪是真正诶人留落来，比如讲即个 Encode 啊 ，Stoppard Interchange 即个电器，可能就是照头前诶人继续做了。毋过我感觉伊若会当搁斗相共找资源，无互伊停落来，其实嘛是足好诶斗相共。对啊，我感觉有法度互伊继续甲即个所在延续落，就是表示有真正有伫用心伫经营啊。台湾有一寡拢互你延续，你个延续无好。对。系啊。所以呢，这就是伊做市长诶时阵呢，一寡一寡大家看法啦，含伊咧设诶一寡政策。其实阮人讲伊进前有食一个头路，就是伫伊办公室诶楼顶诶楼骹，所以其实定定看着市长。哦，嘿，对。阮人对伊诶看法是感觉是一个足够做 marketing 诶人，就是伊真知影群众民众想要听着啥，想要看着啥，伊会去照做。伊甲伊想要讲诶物件，想要做诶代志包装做民众想要看着诶迄个形体。嘿，所以阮人是感觉讲伊可能会当住较久诶，因为伊足够包装诶。嘿，拄好即点就是迄个啥物人，头一个首相欠缺诶，嘿，足欠缺诶一点。而且你嘛甲伊讲看着伊其实较有志向 ，aspiration 哦。因为伊足早就开始想要做即个党主席嘛。对，我感觉伊就是伊家己嘛知影，伊要用会啦，伊就是要发球进前诶政策。对啊，系啊。我感觉这嘛是件好诶代志。对，其实伊接手，伊真正是知影遐个代志，因为伊接手办成了，伊有发明一个词叫做啥物 Manchesterism， 就是万城主义啊。伊要讲诶，就是即款啥物会晓趁钱诶社会主义啊，是啥物有发展诶社会主义，佮有意思就是讲咱有一寡发展啊，会晓趁钱了来补助社会安尼。对。咱万城行家己诶路，莫去对，莫爱想办法靠中央去争取就这物件诶。所以伊上任首相头一个，我感觉互我感觉足 impressive 诶一个政策，就是伊甲伊个 Downing Street No. 10搬起来万城，即万城有一个 No. 10呢。就是咱万城有一个总统府呢。对，背头毛。对。佮伊就是无想要互中央集权伫南部嘛，伊就是我感觉伊就是要拍破即个无平。对，资源的分配问题。因为其实真正台湾嘛有讲即个行政院是毋是会当，还是讲立法院会当伫南部嘛？对啊，对。就是因为呢，就是因为你想看觅咱南部
已经是资源较少啊，遮咱南部遮议员还是立法委员，逐摆开会拢爱搁坐车搬车去台北啊，听搬山过岭，去到遐就稀累咧啊，开会了搁转来，咱就资源就差人一地啊，搁爱加开时间较资源去坐车，所以我感觉这是。我是真看好即个方式，伊即马就是讲，伊逐礼拜至少爱有一工伫即个Number 10 North 来做办公安尼，我是真感觉这是真好一个方式。嘿，伊即个政府用的人北部就是北部出身的嘛，对，差不多43%嘛是，就是要拍破即个重南轻北的即个。对。对，就是爱有较济即个北部新声。对，嘿，对。伊伫即个伊的 first speech 就是头一个演讲内底啊，伊就任了后，伊就有强调讲爱即个 reindustrialization 啊，重新有即个工业，因为即摆英国上欠缺的是制造的实质的产业，毋是迄款金融，迄款啥物 marketing， 迄款足虚的物件。真正因为即迄真正无法度趁钱啊。我是等咧看，毋知看伊要安怎做啦。即摆伊有讲，伊嘛是要改善即个 cost of living crisis， 就是即个民生消费相关的问题。搁有即个教育，咱拄则讲过，即个教育即嘛有伫伊的即个重点内底。搁有即个来。伊有提到讲，我感觉是真正是足重要，就是爱搁起即个社会主体。因为这嘛是伊之前有讲过，就是因为Thatcher迄个时阵啊，甲伤济社会主体袂调啊，搁无补，所以即摆就欠缺。所以真正迄 affordable housing 欠缺，是因为社会主体无够济。了搁有伊嘛有讲爱甲即个 rough sleeping， 就是该有的即个议题嘛是爱来处理，安尼嘛是有伫伊的几个重点内底。伊就任的先做的几个就是先减税啊，就是电费的即个营业税先减5%，安尼大家会收的即个电费较少。过来是因伫万城做的即个 single bus fare 2磅，即摆开始要拖到规英国人拢是啊。对，过来呢，就是嘛是咱之前有讲过 ，pub 都开始要关了嘛。伊即摆讲伊要甲即个因的 business rate 搁减20%，安尼。安尼因会较好过啊呢。对啊，看会死较慢的无。因为这是 Gen Z 无要啉酒。对，大家我得。再次甲大家讲，遐真正有non-alcoholic beer， 真正足好啉的，大家会通去支持一下。无你啉一个cola啦嘛会使啊，cola即摆口味遮济，吼。好，安尼差不多是安尼。对，大家咱就继续来甲看落啦。对。对啊，我嘛是真看好伊。我是毋敢讲，因为顶届我嘛是真看好 Stormer， 结果就闹赛，我毋敢去讲啊。我来讲，我是真看好伊。好，安尼就真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像新起的土地，稻啊青芳过一池，青菜水果青。